来富强教会和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做伙服侍，也做伙伫这个教会做伙来成长，做伙学习。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也是一个新的挑战。也望每一个兄弟姊妹成做我上好的代祷者，为着我祈祷，互我伫未来每一个服侍当中有气力来完成上帝所交代的每一个事工。特别这礼拜是中秋的假期，毋知大家敢有趁这几天好好去休假，还是去台南的所在来去好好行行。伫昨暗时，阮的青少年的提摩太牧区，我嘛趁昨天气好的时阵，阮到伫楼顶，咱教会楼顶做伙有一个航马的活动。所以也望咱的兄弟姊妹继续关心咱的青少年，也为着遮的青少年朋友来祈祷。特别因开始新的学期，无论是国中生、高中生，还是所来的大学生，还是研究所的遮学生，嘛一个一个要渐渐的来开学。望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为因祈祷，也望遮的青少年、遮的学生，未来成做咱富强教会真好的服侍者。伫咱开始进前，讲道进前，咱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互阮通伫遮敬拜，伫遮学了你。求主你即时来拍开阮的耳孔，也拍开阮的心，通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届对阮来讲话，也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看见你圣经当中的奥秘。互阮透过圣经当中，搁一届来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也透过今日所讲的信息，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愿主你来祝福阮，无论伫教会中，也是伫网络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平白受到你属天的祝福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日要和大家做伙分享的一个经文，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的一个故事。伫这个故事当中，耶稣伊到伫一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在经文咱所看到，这个经文当中有非常多的病人伫迄个所在要等待医治。伫经文当中描述。内面有一个人，伊是青眉；有一个人是摆骹，阁有无共款的病人，拢伫遐等待。因咧等待啥物？因咧等待迄个水池若震动的时阵，因通落去，因为因认为，当这个水池震动的时阵，就是天使来的时。当天使来的时，入去迄个水池，因就会当得到医治。因的病就会当得到好，等待这个新业的发生。原本这个的意思，伊是在讲是一个灵敏的厝。伊咧讲这是一个灵敏的厝，然后伊讲这是一个水池，水池伫原本希腊文的意思，除了有会当游泳以外，上重要是会当跳落去。所以伫这个水池，伊的意思就是。为这个水跳落去，跳入水中的时，会当得到医治，也会当得到灵敏。在咱的书会为着咱读经文的时阵，伊讲到，伫这个水池的四周围有5个走廊，咱看见这个图片，4颗链灯拄啊好是这2、3时，搁加中央一个有5个，所以咱会当想象，这个病人因咧等待的时阵，因就围伫这个水池边啊。伫这个走廊的下骹，在等待这个水来震动。其实咱拄仔在读经文的时阵，伫第4节无特别来写出来。当咱若看圣经，你看和合本的圣经，伊有第4节的经文，用一个括号特别写。伊讲有较古早的版本的圣经的经文，伊所记载讲，遮个人为虾米在伫遐等待？这人在等待，就是拄仔所讲，因咧等待水若震动的时阵，
因传说就是有天使来到伫这个所在，然后这个水就真做有医治的功效，然后大家就烧钱，紧第一个走去伫迄个水池内面呢，就会当得到医治。所以当咱看圣经的，你就会看见有一寡圣经的版本有记水得到好。所以这些病人，因拢有一个期待，因拢伫遐等待，因伫等待啥物？因伫等待这个水震动的时阵，我要第一个撞落迄个水下面，我要第一个得到医治。所以这些病人一直伫遐等待，一直伫遐等待。但是到底什么时阵水会震动？但是什么时阵伊才会轮到伊受到医治呢？所以咱今日要透过耶稣和这个破病38天的这个病人因的对话，耶稣安怎医治伊的过程，咱做伙来思考。也为耶稣对伊所讲的这句话，就是你爱好起来无？嘛，真做是耶稣在问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咱今日要做伙用3个部分，咱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嘛真做咱做伙来思考的一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咱所看，咱看见伫这个水池边啊，其实是充满非常多的混乱，而且只有无奈甲失望。伫这个水池边，拄仔所讲，客非常多的病人拢伫遐，因拢在等待，什么时阵这个水池会震动？什么时阵我会当紧你去到这个水池，我会当医好，我会当得到完全的恢复。所以咱搁来看一解多的经文，伊所讲伫走廊有真侪病人倒伫遐，有青梅，有摆开，而且伫遐特别伊讲有一个破病38天的人，哇，38天！咱为着这个疫情大概是3天，咱就已经特别挡袂牢啊，足侪无方便。但是咱想想，这个人伊是倒伫遐，连出去拢无法度出去。伊的行动可能是无方便的，伊只会当伫遐等待，有一天伊会当得到医治，然后时间就过了38天久，伊就伫遐等待。这个38天的病人，伊就亲像一个绝望、一个无奈的人生。伊边仔人嘛同款，敢若对伊家己的人生已经认命，就是安尼啊。哇，过38天啊，等待遐久啊，拢无改变，看起来就是安尼啊。我的人生就是安尼啊。特别头前有讲，这个水池的意思原本是一个灵敏的厝，原本应该是一个灵敏的厝。来到这的人应该能得到灵敏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，但是可能却是上无灵敏的所在。哪会安尼讲？拄讲到当水池震动的时阵。这个人一定会想讲，我要第一个走入去，我若第一个走入去，我就头一个得到医治。所以咱想想，当水池动的时阵，全部人可能用走的，全部可能用走的，可能用杀的，可能有人是无说去啊去杀，结果落伫水内面的。咱想想，迄个画面是非常的混乱，大家为着要争迄个第一名，所以咱。原本伊讲伊是一个灵敏的厝，若是咱安尼想象，可能毋是真正是一个灵敏的所在。而且伫这个水池，圣经描述讲，这个是38天的人。凡说伫这个水池边，可能有40天的，可能有50天的，可能有60天的，可能这人一直在等待，伊的一生可能一定拢有一个期待，什么时阵轮到我？什么时阵我才会当得到医好？但是可能因所等待，最后所换来的是，搁一届的失望，搁一届的绝望，搁一届的无奈。可能永远拢有人比伊搁较早落去。可能伊要落去的时阵，头前已经排足侪人啊。其实这个水池嘛，亲像是咱每一个人内心同款。咱的内心，咱的心灵，拢有无共款的需要。咱嘛亲像伫这个水池边仔在等待，等待咱所期待的代志，咱所努力的代志，咱所盼望的代志会当来发生。
希望有一天，咱的愿望、咱所仰望的、咱所期待的、咱所努力的，有一天真正会当来实现。但是，在咱真实的人生，可能有一寡人是成功的，但是有一寡人难免有失败，难免嘛会拄到无奈的时阵。必须代时的这个状况，就亲像是咱即马世界所拄到的。当咱想想，当咱为学生时代开始读册时，咱就为着咱的成绩在打拼，为着要考到第一志愿、考到第二志愿，努力在打拼。若无好的成绩，可能会互爸爸妈妈拍，会互老师骂，所以就努力一直在打拼，要赢过其他的同学。出社会了后，开始伫工作的时阵，就想讲我爱有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结果就变做同事之间互相的竞争。所以咱好好来回想，伫咱成长的过程，咱有足侪的时阵，拢爱和别人竞争；有足侪的时阵，咱拢一直在等待、在仰望，一直在打拼。但是最后所换来的却是失败尔。我印象足深，我伫读新校的时阵，我有机会有3个月的时阵，到伫台北的马偕病院去做实习的关怀师。做实习的关怀师，阮需要到每一个病房去探访病人。印象真深，有一个病人是一个30几岁的查甫人。伊得到肝癌，而且是末期啊。当我去甲看的时阵，实在我嘛毋知要对伊讲啥物安慰的话，我嘛毋知要安怎来关心伊，只好来听伊所讲，听伊的故事。伫慢慢了解伊的故事，我才发现，伊过去嘛有一段非常成功的人生。虽然伊较30几岁尔，但是已经赚了非常多的钱。伊拥有非常多的财产，但是伊甲我讲，虽然我有遮侪物件，我打拼遮久，我伫社会顶面有非常多的成就，但是我即马却倒伫遮，在等待我生命的结束。伊甲我分享讲，其实人生还有非常多的代志，通好来做。人生毋是只有遮的无奈，毋是只有遮的竞争，毋是和别人的遮的计算遮的数字尔。以后来伊咧回想伊人生的时，失望。像遐日即摆伫咱的生命中，伫咱的生命中，可能咱嘛拄着安尼款的状况，咱努力足久，打拼足久。人期待足久，但最后可能什么物件拢无得到，嘛亲像这个38档的人共款，伫遐一直等待，戆啊等待，犹原等袂到伊得到医治的迄天。也亲像咱即马所拄到的疫情一样，虽然过2冬、过3冬啊。看起来疫情要渐渐结束的时，但是看起来佫还未收煞。咱嘛毋知佫要伫这款的时代，爱经过偌久才会结束。原本咱所计划的代志，咱所期待、所规划的代志，拢无法度进行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只会当充满等待，是带着一种无奈的等待。但是耶稣出现啊！耶稣出现伫这个病人的面前，也出现伫咱每一个人的面前。所以伫马可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，伊安尼记载讲，耶稣行头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，伫因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困苦无人照顾。当地人伫无奈、伫失望的时，出现了一条通行的道路，出现了一个新的亮光。
就是耶稣基督出现伫咱的生命，嘛，互咱可能伫这个破病中，伫这个无奈当中，找到一个新的方向。所以，当耶稣和这个病人拄着了后，因开始产生了一段的对话。耶稣希望这个病人会当展现出伊的行动，也展现出伊想要改变的迄个心。拄仔经文伊继续讲，耶稣看到伊伫遐，知影伊伫遐已经倒真久，就甲伊讲：你爱好起来无？迄个病人也应讲：先生，水叮当的时，无人甲我抱落去水池，我想要落去的时，别人比我先落去啊！耶稣甲问讲：你想要好起来无？但是这个病人所回答毋是讲好，我要好起来，而是讲耶稣，请你医治我。这个病人伊所讲的，伊可是讲先生，无人甲我抱入水的内面，有人比我先走入去水的内面。其实咱先来想，耶稣问这个问题，其实足奇怪的。面对一个38当破病的人，耶稣甲问讲：你要好起来无？就亲像对一个善食人讲：你要着乐透无？也是对一个腹肚枵足久的人讲：你敢受我食饱？耶稣问这个问题，其实足奇怪的。耶稣看到这个病人，一定是要甲伊医治啊，一定是要甲帮助啊。但为什么耶稣是先问讲：你要好起来吗？那耶稣问咱这个问题，当咱伫失望，可能伫破病，当耶稣问咱这个问题，咱一定讲：好啊，耶稣，我要好起来，我要得到你的帮助。但耶稣却先问这个问题，而且这个38当的病人，伊要直接回答耶稣，伊反倒转用另外一个方式甲耶稣讲，伊所拄着人生的这个非常凄惨的遭遇。但是咱搁认真来看，咱看这个病人，虽然伊破病38当，但是咱认真来看这个病人，其实伊会当讲，伊嘛会当听呢。当耶稣问伊的时阵，伊听会到，而且伊阁会当回答耶稣，代表讲这个人伊毋是听袂到，伊毋是臭耳的，伊嘛毋是讲袂晓讲话的。这个人嘛会当看到水池的状况。伊通看到水池敢有震动，伊通看到四周围发生啥物代志，嘛代表这个人毋是一个痴迷人。这个人可能嘛毋是完全的摆卡，因为伊讲伊当要去水池的时阵，代表讲伊是会当行的。然后伫古早的时代，一人若破病、重病38当，可能迄个生存的几率是非常低，所以可能嘛代表这个人毋是一个非常的重病，所以可能互咱所想象的这个病人，敢是一个重病的人，敢是一个无法度行的人，还是一个青迷人？咱认真来看经文时，发现敢若毋是。这个人其实会当讲、会当听、会当看，甚至是会当行的。但是伫经文内面，这个破病，佮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软弱。问你真正想要得到改变吗？耶稣想要问这个人：你真正想要得到改变吗？你真正想要为这个无奈、这个失望的状况来得到改变吗？有时阵一个问题煞了搁较久。咱就有可能搁较感觉失望。有时阵这个问题搁较久，一直持续落，可能借口就愈来愈多。有时阵这个问题若愈来愈久，可能就要开搁较侪的气力去挽回的时阵，有咱软者的时阵。但是当这个困扰，当这个问题伫咱生命继续不断的困扰的时，可能咱就感觉失望。为什么阁是这个问题？借口就愈来愈多，我无爱去处理这个问题，哇，这无法度通改变啊！耶稣在问这个
破病38档人，其实伊在问的问题，毋是在问讲，你敢会当要徛起来？你敢要去外口行？耶稣真正在问的问题是在问伊：你敢有想要改变你生命的状况？耶稣爱伊去面对伊生命真实的状况，毋是伊破病的问题尔，是伊心灵内面软者软弱的所在。有一本册，伊叫做《心思的战场》，心思的战场。这本的作者，伊所写了一句话，我感觉非常趣味。伊讲：如果也是可是，这两句话是撒旦常常放伫咱内心上诡诈的字眼。但是安怎？但是如果常常咱可能嘛用安尼的话，在面对咱生命的问题。咱可能嘛用安尼款的回应，在看咱生命无愿意去承认的软者软弱的所在。耶稣嘛同款在挑战这个病人。咱看见这个病人伊所讲的，人水叮当，无人抱我入去，水叮当啊！但是有人走比我更较头前。耶稣看见着这个人，伊真正的问题是伊内心的困难，必须爱去解决。伊内心的迄个问题，必须爱去解决。其实，伫咱的信仰生活上大的阻碍是啥？其实毋是担忧，也毋是互咱惊吓，互咱怀疑。其实有足大的问题，是在伫伤了解，太熟悉。有时阵，咱一定伫一个状态下面，咱已经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咱可能认为我的生命就是安尼啊，我嘛无可能改变，我就是一个遮软弱的人，我就是一个无勇敢的人。伫咱的信仰，伫咱的生命上大的问题，是咱伤熟悉啊，伤了解啊，直到咱无法度好好去面对咱生命内面的问题。其实，伫这个病人，我所分析，咱拄仔所看，伊会当讲，会当听，然后伊会当行，甚至会当看到水池，伊目睭嘛是好的。但是我分析了，我看了，我认为伊可能是得到一种病，伊可能得到的是伊属灵的肌少症。大家应该有听过肌少症这个名词，特别可能伫长辈年纪较大的时，因为行动较无方便，所以地到可能较少运动，可能较少。伫外口行踏，所以原本身躯较臃肿，但到最后因为较少振动，身躯的肌肉就愈来愈减少，最后变做要行的时阵就较无力，行啊可能就会喘。但是即马肌少症嘛，毋是只有老人也是长辈的专利，少年人嘛是会。少年人因为拢坐办公室吹冷气，嘛少运动，所以即马嘛愈来愈侪的少年嘛开始有这款的问题，但是为什么我讲这个38档的人，伊是属灵的肌少症？因为伊安逸伫伊的问题内面，伊的困难，伊的困难内面，无愿意去面对，无愿意去行，无愿意去解决，直到伊最后，伊的生命内面只存一个答案：我无法度。伊的生命内面只存一个答案，无人甲我帮衬，拢是别人的问题，毋是我的问题。我嘛就想要去啊，但是无人要甲我帮衬。我嘛就想要去啊，但是总有人摆伫我的头前。正遐尼即马，咱嘛要好好来思考，伫咱的属灵的生命内面，敢有拄到这款的状况？当咱拄到问题时，
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敢嘛会想讲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我做安尼做一寡就好啊。那亲像拄迄个作者所讲的，咱的生命若是永远拢充满如果，但是可能咱着爱好好来思考，咱拢安怎来看待咱的生命，安怎看待咱属灵的生命。耶稣所讲的，伊爱这个人了解，伊想要的心爱大过伊家己的无力，这个改变才会真实来发生。耶稣爱这个人了解，伊想要的心爱大过伊家己的无力，大过伊家己的困难，这个改变才会真实来发生。那咱嘛无愿意来认真看待咱的生命，咱可能生命会亲像一个摆卡的，就伫原地一直伫遐等死尔。所以耶稣甲这个38当的病人甲讲，你要表现出你想要改变的心，你要表现出你想要有一个无共款生命的动作，毋是只有停留伫但是，如果迄拢是别人的代志。但最后耶稣互伊一个，虽然这个病人安尼回答。但是耶稣嘛，互伊一个无共款的选择。耶稣爱伊学习放落伊的重担，也放落伊的借口，来领受伊的怜悯甲伊的恩典。耶稣对伊讲：起来，举你的床铺来行。迄个人随时好起来，就随起来行。咱看见当耶稣甲这个人讲这句话时，这个人无阁讲，耶稣，我举袂起来，我的手无力，无人帮我举。这个人伊所做的回应，却是家己举起来，然后开始行。当咱所讲，耶稣面对伊的回答，伊拄回答讲，无人甲我放入水池啊，无人甲我斗相共。耶稣用一个非常挑战的方式来回应着这个人。耶稣甲伊讲，起来。摕你家己的床铺来行吧。耶稣咧甲伊讲，伊应该爱家己行，毋是搁互家己束缚伫过去迄个困难，停留伫迄个所在。爱伊对伊家己所软弱，伊所原本所困扰的代志所行出来。毋是伊互重担缀条的，是伊将迄个重担举起来。然后带着这个重担离开原本的所在。耶稣爱这个人，毋是搁互重担所缀咧，毋是互这个床铺搁缀咧。耶稣爱伊家己做一个决定，将这个问题举起来，将这个床铺举起来，然后去面对伊新的生命，去面对着伊的人生。其实我在想，这人的内心一定有足侪的困扰，而且一定嘛有足侪的埋怨。不只是对人，我想伊对上帝应该嘛有足侪的埋怨。伊可能问讲：上帝啊，你伫佗？伊可能问讲：上帝啊，敢讲你袂记得我？伊可能嘛讲：上帝啊，你敢有看到我伫遮受苦呢？38冬啊呢？上帝啊，为什么这代志临到伫我的生命？上帝啊，为什么我无得到医治？最后伊可能就讲好啊，上帝啊，38冬啊，安尼就好啊。这个话，敢有可能嘛？伫咱的内心，甚至是咱可能嘛讲出了安尼的话呢？上帝啊，你伫佗？上帝啊，敢讲你袂记起我吗？上帝啊，你无看到我的重担遮重吗？上帝啊，你无看到我的困难遮大吗？上帝啊，你无看到我所烦恼的代志，一直伫我的生命当中拢无解决吗？但耶稣伫众人中看到伊啊，耶稣嘛伫众人当中看到你啊。伫水池边仔非常多人，
但为什么耶稣看到这个38人的病人？为什么伫遐侪人当中，耶稣看到你，看到我，看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？伊无袂记你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伊无袂记咱这个需要医治的人。耶稣了解咱的需要，耶稣也关心咱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。耶稣叫这个人起来行，对这人可能一生拢无做过这个代志的，伊可能拢一生拢倒伫遐。可能对边仔人，甚至对边仔人来讲，拢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应该看一看38档啊。但是耶稣实在是要对伊讲的是，我无爱阁听你的借口，我要看见你的信心，看见你的回应。耶稣对这个38档的病人是在对伊讲，我要看见你的信心，看见你的回应。我无爱阁听见着你的借口。耶稣马上的医治。这个病人马上选择回应，咱看见这个改变，就马上来发生。当咱愿意将家己的需要、将家己的困难交予上帝，可能有时未马上会发生，未马上得到改变，但上帝有家己掌管的时间。但是伫迄个时刻，当你愿意交出的时，上帝的大快乐已经伫当中在运行。上帝快乐已经开始在运行。保罗伫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伊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甲因鼓励讲：我的恩典是够恁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了完全。保罗甲这哥林多的信徒甲因鼓励，甲因勉励。伫人的软弱，颠倒是要显出上帝的能力的完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已经看见着咱的需要，也看见着咱无奈失望的所在。但是咱嘛爱学习将这个重担，甚至上将的借口放落来领受上帝遐来的怜悯。以及伊的恩典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敢有反映出咱信仰甲生活的态度？在这个故事中，咱敢有看见咱家己的性命？当耶稣佫一摆在问这个问题，可能是在问咱每一个人，在问讲：你要得到好吗？咱可会安怎款来回答？咱可会安怎款来回答耶稣的这个问题？互咱做伙学习，也做伙来思考，来放下充满着借口，也充满着烦恼的生命。其实，特别较大，嘛搁较济。但是，伊已经为着咱赢过这一切啊！虽然伫咱的生命犹原困难可能伫地，甚至是未来毋知佫会拄着什么款的挑战，但是莫袂记住，耶稣所拄着比咱佫较大，也佫较济。但是，伊已经为着咱赢过这一切啊！亲爱兄弟姊妹。这个38档的病人的故事，可能是咱即马所拄着的，可能嘛是咱一生不断在经历的。但是当咱佫一摆和上帝相拄，和耶稣相拄的时，咱会安怎回应？咱会继续讲等一下，还是但是如果，还是愿意来回应，将咱原本的重担。这个床铺举起来，对着耶稣继续行生命的道路。愿上帝祝福咱，在咱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借着上帝予咱的怜悯，予咱的恩典，继续行这条人生无容易的路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下边。
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虽然阮的性命不配，但你犹原拣选阮，你犹原互阮成做你所疼的囝儿女。虽然阮的内心有时可能阁有犹豫，阁有困难，阁有侪侪无通了解的代志，但求上帝帮助阮。当主你伸出你帮助的手伫阮性命的时，阮愿意勇敢来回应讲：是主，我愿意将我性命的重担来交互你，勇敢来对你行。虽讲生命中可能阁会拄着侪侪的挑战，可能嘛会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但主，阮知阮毋惊遭灾害，因为你甲阮三甲伫地，恁诚做阮的主，诚做阮上好的大牧者。求主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人生这条路继续勇敢对主来行。愿咱的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唱一条。